上個禮拜美金先跌後回升，後市我哋點睇呢？大家好，歡迎收睇論外匯。今日係7月20號星期一，我係 Colly。上個禮拜美金嘅走勢一度曾經轉弱，主要係因為美國最新公布嘅消費者物價指數壓力見到出現一個降溫嘅跡象，令到市場對於聯儲局嚟緊將會繼續將利率維持翻高位，甚至乎再度加息嘅預期係有所降溫嘅。而美債息率因為咁都一度係幾乎全面走低，進而都縮減咗美金嘅一個利率優勢。咁喺呢個背景底下基本上所有嘅主要非美貨幣都有唔同程度嘅反彈。咁但係去到禮拜尾因為美國公布嘅最新就業同埋零售銷售數據整體都體現到當地經濟仍然係好有韌性嘅。加上美聯儲官員集體釋放一啲鷹派嘅言論，而中東方面局勢都係越趨緊張，引發啲避險需求，咁所以就支持翻美金迎嚟一個收復性嘅反彈。咁但係我哋一見到最新美匯指數仍然係未有動力係真正站穩翻101呢個水平樓上嘅。如果嚟緊美金繼續維持翻一個震盪收復格局環境嘅話其實會更加有利於一啲高息同埋順週期貨幣嘅表現。咁而其中紐指都係會受惠翻紐西蘭央行近排相對偏鷹，同埋嚟緊市場覺得係會加息嘅呢一個信號啦。咁相信短線嚟講相對於澳洲指會更加有一個彈性同埋匯價有一個向上延伸嘅空間嘅。咁而事實上上個禮拜紐指亦都係主要貨幣入邊變得最突出嘅一隻。咁並唔係因為佢高息，因為就算7月份加息之後其實佢息喺 G10入邊都唔係最高嘅，而係因為全球央行而家普遍偏向寬鬆環境底下，紐西蘭央行依家繼續維持翻一個相對偏鷹嘅政策姿態。咁呢個加息預期就為紐指帶來一個明顯嘅優勢啦。咁市場目前都覺得嚟緊紐西蘭有機會喺今年之內可能會加息1到2次。咁加息2次嘅話即係話講緊個政策利率可能會上調到去3厘樓上嘅。咁而與此同時因為個通脹數據緩和嘅關係啦，咁令到市場覺得美國嘅利率前景可能會轉向溫和，咁就令到市場資金配置翻紐指吸引力係有所上升嘅。咁呢一點都成功推動翻紐指係突破咗佢關鍵上行阻力挨近200點平均線，差唔多58.2嘅美仙水平。目前嚟講技術走勢偏向正面嘅，不過嚟緊究竟能唔能夠延續呢一個上行嘅升勢就好睇之後嘅啲關鍵數據啦。今個禮拜紐西蘭將會公布最新嘅 CPI 通脹數字，如果 CPI 高過市場預期嘅話，可以理解其實紐指後市就有望進一步延續佢上行空間啦。咁但係調翻轉，如果低過市場預期，就有可能會引發翻部分嘅鷹派預期回吐，令到紐指短線嘅上行動能可能會有所降溫。咁加上大家都要留意翻美國最新一啲例行嘅就業同埋增長數據。咁今個禮拜都會公布 PMI 數字嘅。咁呢一系列嘅關鍵數據其實都會影響到後市紐指能唔能夠再進一步向上突破。咁而相比之下我哋睇翻澳洲指，其實依家澳洲指嘅利率水平仍然係主要貨幣入邊偏高嘅，最起碼佢會高過紐西蘭指嘅水平。咁但係問題係佢短期缺乏一個明確嘅催化劑。咁我哋見到澳洲央行嘅政策信號相對嚟講係更加偏向觀望嘅，雖然仍然係保留喺必要時候有機會去進一步收緊嘅措辭，咁但係市場仍然係未見到有足以支撐佢好快再次加息嘅一個明確理由。咁而近期通脹數據相關指標都見到有所降溫啦，澳洲指缺乏新催化劑嘅情況底下，更加可能匯價會暫時維持翻一個區間整理嘅表現。而今個禮拜市場焦點將會轉向翻接住落嚟澳洲將會公布嘅最新 PMI 同埋 CPI 報告，咁同埋啲就業嘅數據，確認翻究竟澳洲央行存唔存在重新加息嘅必要。咁而英鎊就係另一隻上兩個禮拜表現比較領先嘅主要貨幣。今日新任首相貝安德將會正式完成就任儀式，市場都好關心佢嚟緊嘅內閣成員名單同埋特別財政大臣嘅選擇。咁市場目前已經係定價咗嚟緊財政大臣會行一個保守派紀律派嘅路線，咁都推動咗英鎊上個禮拜突破上行嘅。咁但係究竟英鎊中長期走勢點行當然就好睇真正新政府上任之後佢嘅政策方向係點樣啦。咁同埋今個禮拜英國都會公布一系列嘅關鍵數據嘅。咁首先就係工資方面嘅增速啦，同埋一啲就業嘅數字。咁呢啲都好影響到英國嘅服務業通脹嘅。咁另外如果薪資我哋仍然都係繼續維持翻高位嘅話咁相信市場都會重新定價翻英倫銀行今年之內可能加息嘅可能性。咁而6月份整體 CPI 數字都會出爐啦，呢個都好關鍵嘅。如果英國通脹高於市場預期，咁有機會英倫銀行就可能會被逼維持翻高利率一段更加長嘅時間。咁相信都會利好翻英鎊嘅。咁
調翻轉咧，如果通脹快速回落嘅話咧，咁英鎊今次嘅階段性上行行情咧有機會就會結束啦。咁不過咧，最主要就係大家都要留意翻英國本身經濟增長其實好弱嘅，咁內需仍然係比較疲軟，咁所以就算係政策預期利好，中長期嘅上行天花板咧，咁可能都係喺度。後市咧會更加多走入翻一個短線嘅消息面啦，同埋數據面主導嘅一個震盪行情。今次歐央行會議嘅重點咧係在於行長拉加德發佈會上面嘅表態，如果嚟緊去繼續釋放翻偏鷹立場嘅話咧，保留翻後續加息嘅選項，有機會咧帶動翻歐羅有一個短線嘅反彈。咁但係調翻轉啦，如果表態仍然係偏鴿，或者甚至乎暗示下一步有機會係考慮減息嘅話咧，咁有機會就打壓翻咧歐羅係再度承壓下行嘅。咁而最後啦，當然中東局勢咧仍然係最大嘅外圍黑天鵝嘅變數。如果嚟緊中東嘅局勢繼續衝突係升級嘅話啦，咁有機會推動翻油價再度上行，同埋重新推升翻環球嘅通脹預期，倒逼翻各大央行維持翻一個緊縮嘅政策。咁另外咧，避險資金亦都會依舊咧比較優先去擁有翻美金嘅。咁到時所有貨幣嘅原有走勢都可能會俾市場嘅避險情緒所打亂啦。今日大家傾到呢度，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